為深化粵澳科技協同創新，推動澳門人工智能與機器人企業融入大灣區產業生態，澳門中華 AI 機器人產業協會於11月10日下午3時半，在珠海香洲區九洲島大道東亞大廈正式設立眾型科技機器人服務中心，並舉行啟動儀式。會長徐明達表示，該中心將作為協會在內地的首個常設辦事機構，專注為澳門教育機構、初創企業、科研團隊及投資機構提供技術對接、場景落地、政策諮詢與市場拓展等一站式服務，助力澳門科技企業突破土地與產業鏈限制。澳門正積極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重點佈局科技創新，然而受限於土地、製造鏈與應用場景，亟需與內地城市形成研發、試產、應用產業閉環。珠海作為大灣區西岸核心城市，正推進雲上智城建設，具備開放產業政策、完善供應鏈與地緣優勢。中心將協助澳門團隊對接珠海中小學校與科技企業，參與機器人科普周等項目，加速技術落地。服務中心已與宇樹科技、北京深南學院及學勤教育中心達成緊密合作。未來將舉辦大灣區機器人科技節，推動澳門高校科研成果在珠海實現中試與量產。